主后2023年10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为这个代志主持公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以赛亚书第5章第1节到第7节。我为着我所亲爱的唱歌，唱一首有关伊的葡萄园的歌。我所亲爱的有一区葡萄园，伫一个肥水的山头。伊掘土，将石头拢捡迄角，然后种真侪上好的葡萄树。伊伫园内做一个守望台，搁挖一个大葡萄的窟仔。伊期待会出产真侪好的葡萄。毋过，所结的拢是歹的。但耶路撒冷的居民甲犹大人啊，请恁伫我甲我的葡萄园中间主持公道。我着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甚物？敢有甚物我还做无够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，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。但我甲恁讲，我要安怎处理我的葡萄园？我要将园的篱笆拆起来，互伊受破坏；我要拆毁园的围墙，互伊受吞踏。我无要搁修剪，无要搁摊草，要互园荒废，互刺仔杂草发甲满世界。我嘛要命令云无落雨伫遐。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，就是以色列家。伊细日栽种的葡萄树，是犹大的人民。伊所期待的是公平，毋过所看到的是杀人流血。伊所仰望的是公义，毋过只有听到人发冤枉。为着这个代志主持公道。今仔日这段经文称作葡萄园之歌，内容讲述以色列人民是上帝拣选上优等的葡萄树，搁栽种伫上好的葡萄园内面。上帝就亲像葡萄园主，用心整理、细心栽种、培育，希望优良品种的葡萄树会当结出甜美的果实。园主毋但挑选优良的葡萄品种，搁选伫肥水的土地栽种。毋但安尼，园主还清除石头，甲土掘松，搁建造一座悬塔做瞭望台，除了通防范不速之客，还会当看葡萄树成长的情形。伫葡萄收成进前，园主甚至已经挖好结葡萄酒的酒池，总是无拍算。葡萄成熟的时，果子竟然酸搁涩，辜负园主的一片用心。为着安尼，葡萄园主请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居民对这件代志主持公道。哪会安尼呢？园主疑惑地问：我着搁为着我的葡萄园做甚物？敢有甚物我还做无够？我期待出产好葡萄，是安怎所结的拢是歹的。园主深感疑惑，为甚物安尼用心地照顾，却换来安尼的结果？精心照顾的葡萄园，为甚物袂当结出甜美的果子？为甚物袂当生产美好的葡萄酒呢？养育过囡仔的父母也同款，对知影有心怀孕的迄一时刻起，就殷切期望婴仔会出世。伫婴仔还未出世以前，父母就开始买婴仔所需要的一切，
到婴仔出世了后，搁较是用心照顾、专心保护。毋过，就算做父母诶，为着囡仔、婴仔准备一切妥当，也努力伺候婴仔，婴仔还时常会哭闹失控。有时阵做父母诶也袂禁得会失控，因为用尽一切方法，也无法度互婴仔安静落来，所以对婴仔大发：你到底要安怎？葡萄园主人请人讲公道话以后，决定做出改变。伊要拆掉保护葡萄园的篱笆甲围墙，互袂结甜葡萄的果子园出在野兽入来糟蹋。园主也决定出在地上放满杂草甲即个刺皮，伊无要搁再修剪葡萄藤，无要搁再松土，是要出在规座葡萄园荒废，无搁再结出酸的葡萄。经文最后，先知讲述，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，就是以色列家。以细日栽种的葡萄树是犹大的人民，伊所期待的是公平，毋过所看见的是杀人闹血；伊所仰望的是公义，毋过只有听到人话冤枉。原来用心照料葡萄园的主人，就是以色列的上帝。受邀请为这讲公道话的，就是结出酸葡萄的以色列人民。先知运用迂回的方式，互人明白家己行上帝目睭中不义的代志。上帝要用谴除的方式来审判。毋过，先知的话也互人看到一线光明。若愿意及时悔改，搁努力更新家己，会通出产甜葡萄，路马要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救赎，重新受接纳。默想：当我想为着人事物断定是非的时，是毋是家己也深陷罗网中间？当我想为着人事物断定是非的时，是毋是家己也深陷伫罗网的中间？咱来祈祷：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不义甲软弱，因为我有时深陷罪的罗网，家己毋知影，甚至还想要取代你担任审判官。求主帮助我追求公义甲谦卑顺服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